係性學系嘅周健全。我今日想同大家講嘅係點解 J 模會係攣嘅。大家有冇發現，無論咩國籍嘅男士都好，佢哋嘅 J 模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佢哋都係攣嘅。咁多年嚟，咁多國家都冇記載過一條 J 模係直嘅，但係點解會係咁嘅呢？大家有冇問過呢個問題啊？我就有啦。上個禮拜我就問咗班後生仔呢個問題，其中一個後生仔就答我話 J 模攣係因為着褲着得多，呢條褲夾到扁晒，所以先會攣。呢個答案幾有新意，但可惜係唔啱嘅。試問打得好多嘅人啲頭髮會唔會攣呢？側田雖然冇乜頭髮，但佢啲頭髮都係直嘅。再講啦，非洲好多人都唔着褲啦，但佢哋啲 J 模咪一樣係攣。另外一個90後嘅 Ivy 仔就答我話，如果 J 模係直嘅話，咁我就會問點解 J 模會係直。聽完呢個答案之後，我諗起19才子陶傑嘅一句說話，佢話而家香港真係一代不如一代。好啦，我哋大家一齊研究下點解 J 模會係攣呢？達爾文喺晚年嘅時候提出過 sexual selection 性選擇呢個概念。呢個理論認為，同一性別嘅個體對交配機會嘅競爭會促進性狀嘅演化。性選擇係有分兩種嘅，第一種就係 intersexual selection， 即係為咗得到異性同性之間嘅競爭，就好似呢兩隻鹿咁，佢哋喺度比試緊，贏咗嗰一方就可以帶異性翻去行周公之禮。第二種係 intersexual selection， 基本上就係話，因為擁有某種特質而吸引到異性，就好似孔雀開屏咁，佢嘅最終目的就為咗吸引異性同佢發展超友誼關係。就係因為 intersexual selection， 我哋全世界男人嘅 J 模都係攣嘅。試想象下，如果 J 模係直嘅會點？ J 模嘅質地係又硬又撐手。如果佢係直嘅話，我諗佢同箭豬嘅毛係相差不大嘅。如果佢直嘅話，同佢做愛嘅女人輕質會質到損晒，同佢口交嘅女人輕質會質親眼。如果個男人有獸性啲，就好似我哋啲原始人咁，同佢做愛嘅女人分分鐘會失明或者失血過多致死。呢種特質同啱啱先孔雀開屏嘅例子完全相反。呢個特質唔單止唔會吸引到異性，呢種特質反而會令到異性驚咗佢，甚至乎疏遠佢添。我哋嚟睇下呢個情況。假設遠古時代有一半男人嘅 J 模係直嘅，而另外一半嘅男人嘅 J 模係攣嘅。其中一個攣 J 模嘅人叫阿強。阿強同阿 Mary 交配，生好多 BB， 而阿強嘅 BB 又再不停咁生 BB， 到最後阿強兒孫滿堂，佢攣 J 模嘅基因繼續遺傳落去。我哋再嚟睇下阿明。阿明嘅 J 模係又長又直，佢第一次同女仔發生性行為嗰陣，就已經急到個女仔損晒。個女仔就因為咁而疏遠佢，仲周圍唱佢。就係因為咁，阿明條村冇個女仔肯同阿明做愛，冇女人肯同阿明交配。到最後，阿明嘅直 J 模基因冇得遺傳落去。假設遠古時代有 N 個男人有直嘅 J 模，隨着時間嘅流逝，呢啲擁有直 J 模嘅人不斷咁死去，加上佢哋嘅基因冇辦法遺傳落去，到最後擁有直 J 模基因嘅人全部絕晒種。就係因為咁，我哋呢個年代冇晒直 J 模嘅男人。不如我哋大家一齊嚟睇下 J 模可以產生啲咩商機。遠古時代 J 模係唔可以直嘅，因為佢會傷害到他人身體。但係呢個年代我哋有負離子，
而家呢一代嘅人咁着重外表，肯花幾百蚊去整個手指甲，又或者幾千蚊整個頭髮。照咁嘅趨勢嚟睇，佢哋應該好肯花錢去令到自己嘅 J 毛更柔順、更順滑、更飄逸嘅喎。如果係咁嘅話，我就可以出洗 J 毛水、護 J 毛素、J 毛膠啦、J 毛梳、J 毛剪，又或者啲 J 毛負離子啊、染 J 毛嘅產品咧。再唔係開翻間模型屋都幾過癮喎。idea 同埋點樣實行，我已經有晒全盤嘅計劃。而家爭嘅就係爭資金，有多餘錢投資嘅朋友可以考慮下。我保證你哋可以得到額外嘅回報。呢個就係我 email， 你可以 email 我或者 Facebook 我嚟到討論點樣注資俾我。曾經有一個智者講過話，一生人平均有7至8個10年，但係一生人又有幾多個發達機會呢？所以當你見到任何發達機會，你都要好好珍惜啊！如果有咩問題，歡迎大家 email 我或者 Facebook 我。多謝大家收聽。